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生活中嘛常常讲会到，这个就是图，它倒有图第五条。这个图就是龟仔意思，咱讲图啊，嘛有人讲是龟仔。另外，坑三个龟，咱讲是三图，嘛有人讲是三图啊。也有坑车图啊，咱讲是册图，嘛有人讲是猪图。也有坑菜，其实是坑碗盘的图啊，有人讲是菜图。冰箱古早嘛有人讲是冰图。另外，有做伫壁的图啊，咱讲是壁图。啊，若坑药的图啊，咱讲是药图。嘛会当用来比喻常常食药的人。咱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三图，也就是坑三个龟啊，嘛有人讲是三龟三图啊。古早有人讲是羊伏图。另外第二个是一句俗谚语，人咧讲巴肚做药图，这个意思就是讲一个人身体真懒，常常都爱食药啊，巴肚亲像是药图同款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阿明自细汉身体就无好，巴肚做药图。过去规三图拢全保健食品，自从伊开始运动了后，身体就愈来愈勇健，药啊自然就愈食愈少。运动加做伊上界天然的药材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图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